好啦，我繼續聽聽現場朋友嘅意見。呢有位同學，請。你好啊，台上嘉賓你哋好啦。咁就係新界喇沙中學嘅學生。咁我就想問下施永青先生啦。咁你啱啱咧就提到有政府嘅問題啦。咁我就即係之前咧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咧，就即係啲報紙就話佢就捉咗啲即係嗰啲發展商啊、地產商咧就去照肺咯喎。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咩照肺其實係咪真係有用嘅咧？係咪一樣都係樓照賣錢照揾？但係我哋呢啲咁嘅升斗小市民咧，就係啲貴租咧就照捱咧。咁同埋我就想提翻下之前97即係之前啦，董建華先生佢嗰個8萬5嘅政策咯喎。咁佢8萬5嘅政策當年咧係令到樓價咧係跌咗70%嘅喎。咁我當然啦，依家你如果重提8萬5就唔需要跌到70%呢個跳樓價咁樣咁嚴重啦。咁樣同埋我覺得咧呢個如果重提8萬5嘅話咧，咁首先咧就可以解決翻嗰個房屋嗰個住屋嘅問題喎。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令到樓價下跌啦。咁所以我想問下你認唔認為應該政府要重提呢個8萬5咧？唔該。我一路咧就認為香港而家我哋嘅生產力、人均收入，香港係唔應該有住屋問題嘅，因為建築費唔係咁貴嘅啫，主要咧係地價貴。所以如果政府有足夠嘅土地供應呢，地價調低咗之後呢，大部分香港人住800尺、1000尺嘅單位呢，絕對唔難嘅。咁問題因為歷史因素呢，而家地價已經相當高啊，亦都有成60%人係買咗樓嘅。所以政府喺推出土地去壓抑樓價嘅時候呢，就要相對小心嘅，因為等住買樓嘅人呢，大概都係10% 唔到，買咗樓嘅家庭呢有60%，所以你一壓低呢，就打擊咗多數家庭，就益唔到少數人。尤其平嘅時候，好多人都唔夠膽買嘅。所以我認為政府喺土地政策上呢係應該審慎嘅。而家能夠做嘅係咩嘢呢？我認為政府應該壓住嘅樓價呢，唔好同經濟增長啊、日息收入脫節得太犀利，令到高地價環境咧繼續惡化。咁所以我係贊成係有一定嘅調節嘅。咁而家咧，因為香港樓價受到外來投資者嗰個扭曲，所以我咧係贊成咧喺政府喺批地入邊咧做一定嘅限制，某啲土地咧只係賣俾本地人嘅。咁表面上好似干預市場。但係呢種干預呢係低過居屋嘅，因為居屋都係要限制外邊人唔俾買，不過佢仲有日息嘅上限即係資產嘅上限。咁運作起上嚟呢，就比淨係供應土地呢係複雜嘅。另外而家居屋呢，你都係有一定嘅數目嘅啫嘛，你係解決個別抽籤成功者嗰啲幸運兒嘅居住問題，唔係解決社會問題啊嘛。你要社會層面解決問題呢，你一定係要足夠嘅供應先得。冇足夠供應俾你自置居所又好，居屋又好，間中抽幾千人去買下，係解決唔到社會問題。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啫，歷史遺留落嚟嘅高地價政策，其實呢個高地價所得到嘅收益係唔係而家目前係仍然轉翻落去政府個袋嗰度，令到公眾嘅設施係有所改善呢？係而家呢，就係我哋叫適應咗呢種環境，先至可以香港有低稅率。其實香港有一種間接稅係好重嘅，就係地價稅。咁租金乜都貴晒㗎啦。但係亦都咁嘅情況下呢，我哋先至可以話起機場啊、起基建啊、起公屋啊。如果唔係呢，你要成個架構轉變，嗰個呢係社會唔容易承擔。所以我覺得呢係可以微調8萬5呢係想一次過扭轉嘅咁嘅局面呢，所以造成嘅創傷比較大。所以頭先嗰位同學問可唔可以再提8萬5呢？我就認為唔應該以呢個死板嘅政策10年都係8萬5喎。社會環境不斷改變㗎嘛，我係希望政府因應價格嘅變動啊，因應人口嘅轉變啊，嗰個城市規劃嘅需要呢，係定期賣地，因為勾地呢係由發展商按照佢嘅利益去決定喎，但係城市規劃啊、經濟發展需要啊，係社會嘅整體利益，嗰個主導權呢應該係留喺政府手裏邊，就唔係留喺發展商手裏邊嘅。
你話拍賣土地呢個我哋絕對支持嘅。正話講居屋呢，其實仲未講到其中一個仲有好重要嘅因素呢，就係俾公屋嘅居民呢，譬如尤其嗰啲富戶雙倍租、配半租嗰啲呢，佢有機會流轉離開去買啲居屋，然後騰空翻個公屋單位出嚟呢，再配俾有需要嗰啲輪候嗰啲人啦。你無謂揾間大嘅去換間細㗎，你不如起多兩間。唔一定大同埋細，係問題擁有自己嘅樓宇同埋唔擁有。你或者施永青，你冇了解到啲公屋居民嘅心態。佢哋係有啲想離開，因為佢如果交倍半租、兩倍租嘅話呢，你又唔房委會又唔會揼佢走，佢又一路留喺度。咁你點解唔可以俾佢一個機會？同埋而家問題就係豪宅升咗呢，然後一路咁樣棘住啊！而家冇一個換樓啊！你呢個完全棘住嘅話呢，一層一層嘅話呢，係唔能夠真係符合到市民嘅期望咯。我有些少唔同嘅意見，就係因為而家如果你係綠表嗰班，或者即係你係公屋嘅居民呢，其實喺個二手市場裏邊呢，係好多即係二手嘅公屋居屋呢，俾佢揀嘅，即係俾佢買嘅。即係話如果佢純粹係諗住置業，其實而家市場係好多。反而呢，我即係有一班人呢係好怒嘈呢，就話呢，我又冇錢，即係冇錢買私樓，但係我又唔符合適合入公屋。嗰班人呢，佢就好期望呢就有居屋啦。咁但係而家呢，嗰班人就如果你停建居屋呢冇喎，咁變咗如果佢能夠俾個機會入翻去二手市場。你可能話我要抽籤啦，譬如我每年 set 2000個單位多嘅，你好似而家白表咁樣抽籤啦，咁抽中咗，咁佢就可以喺二手市場買。呢個都係行政嘅問題啊！你居屋其實點解2003年呢個即係俾人掘咗墳墓撞咗佢呢？就因為你居屋有兩個最主要嘅問題，一個就係你呢個冇得回籠啊！你居屋政府用政府資源起咗俾你賣咗俾你，你就賣出去呢就算數，冇得回籠，變咗你係真係幫唔到真係需要居屋嘅。第二個就係重疊。我賣600尺，施永青賣600尺，咁佢賣嗰度300萬，我賣100零萬，咁梗係我環境好呢個炒我冇問題。環境靜嘅時候呢，咁我梗係好過佢，因為我賣得平過佢啊嘛。咁所以變咗03年嗰陣時呢，地產商就話：咁你唔好賣居屋啦，因為你係直接同呢個私人市場呢個競爭同埋呢個重疊嘅。咁但係睇翻個政府角色呢，其實有少少錯覺嘅。其實政府地呢，唔係話政府有個高地價政策要小心啲處理。因為佢個賣地方式，當然你話供應嗰方面，我同意係要重新檢討。但係你唔能夠話，因為而家要消氣或者招呼啲議員，咁所以變咗你又做啲嘢出嚟，而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面睇睇。你賣地嗰度，我認為一定要重新諗下。但係賣地個方式最重要，因為而家公開賣咧就永遠都係個最高嘅價。你就話政府賣得地貴，根本你喺度賣咁舉手啫嘛，係嘛？咁如果你話睇翻2003年嗰陣時咧，佢一段時間係呢個係唔俾公開嘅，直情係冇人投標，投標之後政府咧就私底下揀個中價。咁呢個咧就唔會有高地價政策，因為變咗一個平均價，甚至乎一個係呢個建築價嗰個咁嘅心態。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係政府個角色咧，如果你從呢一睇咧，就係幾樣嘢要睇。呢個度量衡，我哋點解要諗下嗰啲度樓啊、度地嗰啲係咪真係咁咩嘅咧？啊，呢個新樓賣嘅方式係咪呢個係嗰啲廣告直情係脫晒節嘅？根本喺邊條街我都冇人知嘅。啊，價錢根本就唔知道嘅。呢啲咁嘅即係商業性過分咗嘅時候咧，你需唔需要做咧？咁樣樣。咁當然我哋唔希望係一個政府干預，但係起碼咧要公平、公正、公開咯。好，最後10秒鐘請你講講。局長，目前呢輪隊要等候3年正常嘅，但我們個政府佢答我就係話5年。